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初4，诗篇103篇13节安尼讲：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，耶和华怜悯敬畏伊的人，也是安尼。三甲来祈祷，怜悯阮，亲像老爸怜悯囝儿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天父。主啊，你赏赐恩惠甲阳光，袂捌留一项好物，无互遐个行正直甲属伫你的儿女。主啊，阮要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好，你的慈爱到永远，你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主啊，阮要保养你奇妙的所做，也要学习你的好名声。主啊，阮有时行袂路，亲像浪子，总是你确实用不变的疼来将阮挽回。你疼互阮活倒转来归于你，因为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，你怜悯敬畏你的人，也是安尼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